乡亲朋友，大家好，好运动了，大家准备好嘛？老一鸣老师恐下来做运动。人家去做乜嘅呢？人家来做老人家轻阳跌倒，好，嗰就骨折啦、骨头的问题啦、关节的问题，那样嘅呢来加强嘅骨头啊、关节啦，越来越生发，越来越灵活。我有一个小故事老乡亲朋友分享哈，因为给我跌倒啊，就是脚趾头磨裂咩，好，个髋关节磨裂。有一个师傅啊，其实讲，佢当伊上紧，因为要上一铺地藏经，当伊要上紧，上一多紧呢，要差唔多1.5个钟。我就问师傅讲，师傅，你喺坐凳上紧，喺跪凳上紧，也喺起凳上紧？佢讲吼，张开是佢坐凳上紧，上1点钟上紧上下来，佢要动冇衰。其实这个发明上到讲，我跪凳来上紧。结果呢，佢讲哦，结果佢发现啊，跪凳上紧过后啊，佢本来脚趾头当唔好诶，唔知哪叫脚趾头腳趾頭痛啦，腳趾頭磨裂，唔知哪叫差唔多2-3年後，佢就發現講腳趾頭變好誒，變到腳變得有力咧。玉梅老師呢就發現講，安尼方法當好哦。過日呢，佢當我講過以後，玉梅老師呢係練習跪凳上緊，嚇跪凳看書，嚇跪凳嚇看那嘅資料啊，嚇。當到教瑜伽的時候咩，要做跪凳的動作，所以玉梅老師要教本大家一個法寶，一個寶貝，就是用跪凳可以強化、加強人腳趾頭的力量，還唔會跌倒，還唔會嘅骨質嘅骨折啊，各方面的骨頭的問題。你看當容易咩？你做跪凳，你就發現講，你跪凳當容易做的事情，你就會買哪一個瑜伽墊啊？你跪凳行路，因為啦，差唔多做5到10分鐘，按你跪凳咯，按你跪凳行1、2、3、4，你就可以起來。鄉親朋友，玉梅老師教大家老大家分享的瑜伽就是那個法寶啦，相親去家，相親我先生從印度來教我哋做嘅運動，嗰一個日本人有嘛？日本人唔係講攏坐凳嘛，叫做人客英文就跪凳啦，歡迎光臨啦，就講一些做用跪凳，嗰種日本人較冇腳趾頭嘅問題。好，鄉親朋友，第一個動作預防跌倒和骨折用跪姿跪着走路跪着散步當日因為練5到10分鐘當簡單吧那你腳趾頭按你行，唔會給氣血營血下行。其實啦，都從個《黃帝內經》個動到個中醫師的書有像看下玉梅老師安尼跪凳行路，我就知道講，我腳趾頭因瘦起來，有個腳趾頭瘦，關節瘦就表示講，也血液循環好，我活化你的關節的細胞記得咯，腳趾頭要用，要行路，要去全世界旅行，最好的方法就跪凳行路。當然啦，唔好跪硬的蔬菜，也安尼木板會受傷，咩唔好跪太陽呢？你就用個瑜伽墊嘟冇做那個涼被泡泡的也係第一個動作第二個動作很多駱駝式駱駝講下樣講唔過來，是當排泄駱駝就是也會玩落去身體打開了，因為老師做示範本太假看也很多簡單的駱駝式你就跪凳腳尖墊腳踮起來，手叉腰，手叉腰也，腹部往前推，也按來提肛縮陰，也個臀部會捏起來，也個擴胸，你看也右手強強的變到了，你變了呀，
左手吸气向前，好，向当方，好，扩胸，多亮，好，吸气，好，松来，往上，好，吐气，不用强松，好，乡亲朋友们讲老师，我按那个讲野味熬多，我唔敢做，好，因为老师教当简单呢，好，坐下来，坐定，好，你就脚呀抓好，好，抓紧你的脚踝，好，慢慢的吸气，放起来，好，师傅放起来，放起来，1、2、3、4、5、6，安尼係咪較安全？好，我唔會講我到nhà野味啦，nhà野味嘅係忙準備好啦，哈，每次都好硬高安尼，好，上來1、2、3、4、5、6，好，鄉親朋友一個動作哈，可以簡單的做，咩可以做較難，哈，可能呢你平常有訓練嘛，你平常冇訓練呢，你就可以做簡單的循序漸進，慢慢的進步，你做訓練，好，就有對你有幫助，好，因為老師個該做該多哈，可能哈抓住腳踝，好，放起來哦，1、2、3、4、5、6，好，你就送到親人的地方，好，因為老師係做下山，他很我看唔到，你知道，送到呀，規個野味呀，好，規個身體呀，規個來到，你就發現講，人家大腿被伸展，腳被伸展，看90度，腳尖，好呀，膝蓋、髋關節，好，全部都延展到，好，慢慢的你就挺到呀，好，吐氣的時候再來，1、2、3、4、5，好，也係很多簡易駱駝式，反正啊，你有機會就係開電行路啊，開電走啊，哈，老人嘅氣血循環到人嘅下半肢，好，人家骨質密度呢就會越來越增生，好，也係當簡單的簡易駱駝式，好，過下來呢，坐定來哈，坐定來做當咩係當舒服的姿勢，哈，也你看哈，像玉美老師咪有去學慢跑哦。因為老師當認真呢，除了瑜伽之外、運動之外，我們有去學慢跑哦。像慢跑呢，係啊，好下半身有力量啊，哈，你可以預防骨折啊、跌倒啊，哈，老人家腳有力啦，你各方面方方面面做練，好，有很多坐姿簡易的鴿子式哈，你就吸氣，好，坐上來，右腳好抬起來，不用多啲啊，好，師傅離開，你就停到呀。你剛剛按你挺到呀哦，你就整個身體下半肢，你看嘛，腳踝、膝蓋、髖關節，你就有做到誒。你看起來當簡單，其實哈，也整個也師傅也來到當很一片的肌肉，哈，一片的關節都呀，哈，全部都有做到。你挺到呀，你先挺到呀，安尼，好，不用到呀。好，嗰張靠近，好，嗰個師傅離開，多呀，好，你多呀，嗰個停多呀，慢慢的透氣、吸氣跟吐氣，好，你家加強啲哈，加強啲腳伸出來，好，安尼，停動啊，1、2、3、4、5、6，好，嗰陣來吐氣。好，不用強鬆，好，鬆鬆啊，好，各位呢，好，彎腳咯，同樣哦，好，先右腳喺原地位，不用多呀，先按你不用張來，慢慢扭來，一小放起來，好，按你放起來，下背腳你拗來拗去呀，你坐定練功氣拗來拗去，你行路一天唔會拗到的嘛。好，平常冇老去拗來拗去，你行路就會拗到啊，就會跌倒。好，你就按呢，好，慢慢的按呢，好，按呢鬆一下，好，慢慢的吐氣，再來，好，都要做
主唱啊，因为老师老太家乡亲朋友教的做迄种，平常老这个脚拗来拗去，拗来拗去，好，那你拗来拗去，哈，摇啊，咩咁样，也太家就会做嘛，好，简单摇啊，也很多。差唔多，男生也那摇篮式，也还没喜马拉雅瑜伽传承，当创业的通则，哈，安尼哦，参与男也顺的用的，哦，男去教较难啊，男顺的较容易哈，因为也懂很啊，好，也那摇篮式吐气，耸啊，好，慢慢的，好，沉出来，好，不用骗。好，刚刚手张来哦，脚弯曲哦，都要哦，安尼。好，你张腿是安尼。好，那你去做软手去耶，好，就用摇篮式哦，乡亲朋友平常啊，人家脚拗来拗去，好，然后都那生人行路啊，去旅行啊，去运动去，你就唔会，好，脚就唔会。骨质密度啊，骨质疏松啊，就唔会很容易跌倒，因为你脚踝、膝盖、膝关节、踝关节会越来越强化。好，今日运动就多呀哟，记得咯，平常好，去架坐垫来，去架脚拗来拗去，你就做点预防跌倒，唔会跌倒哦。好，今日做了，记得当日做哦，安子生。